去为人更坏。我叫他出来，好个好个，里面丞相听他，请小弟出堂，有请小弟来娘子，请来接礼。向那对你教导我家，运有令这个三顾天地，上层不义。外是一个千金小姐，我应该叫声小姐才是啊！
小弟请来接你。呀！月玲啊，月玲，你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啊！那我上京征讨，这座昆明长院，我是长院老爷嘛，他是长院夫人啊，我应该叫声夫人才对呀！对。住在下过这厢有礼夫人，我的夫我本是言而心为情两远，独自为朋友设计眼黑你呀教授情事推有真，真心插山如夫妻，爱真如光寿子也不安远，奸臣破计他中爬路，用凭心机也忘尊，是今日眉不下用本于死我与你夫妻从此谁团圆。夫人啊，夫人啊，过去之事你莫再提，快
好你黑得你呀，同官同他同心啊！好，我为读诗读书读苦卷，经历人民文大本根源，事情往回前回忆回忆们当样子，你为兵为义为家常言道，不曾惜呀，从今日我听母听妻。有四日将你心酸，我的娘出进出地出虚婚啊，选了个是不听为你的分心寒，我也曾问他问断我也问你恰是我也我想看，曾见你答应我将一切下了飞途，我陪当在那陪车哟，我自的是最苦最走最压家，你恰是满上满下满身满身满哟。命不命苦命不啊苦，你是大富大贵的大堂院，这灵气股美的美貌的美算名家的风采，即使经历再长的岁月，也依然光华四射。送凤观是碧玉簪的最后一场，也是最受观众欢迎的一折戏。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演出碧玉簪时，结局并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王玉林高中状元，李秀英夫妻和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人认为送凤观的情节是向封建主义屈服，冲淡了戏的思想性，于是把戏改成了李秀英因为备受折磨得了重病吐血而死。可是理论工作者虽然说的头头是道，观众朋友却不买账啊！他们堵在剧场门口，他们冲着演员喊：你们为什么要弄死李秀英啊？为什么不让他们团圆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多了，剧团最后还是听取了观众的意见，恢复了送凤观。凤观头在上飞算，你呀你在两内转，千言万语去相传，他一念不听。大叫对对中王国，长途有路走他身，我是在听
玉英儿啊！
他四国名将，他不怕口哇哇！对对对，关心对我很心疼。就是在了这他若因年比他金榜题名中堂元，一些凡尘苦尽富贵，女儿啊你夸些文官呀别嫌凡自是都忘记忘，可记得莫有自己归娘家，他比他儿要谁家去来谁家庄，可记得那个母亲到王阿家，他虽做的女儿的无娃地方，在娘亲他同时家当把头领头是什么女儿是这姑娘领多少气啊娘啊娘，你娘不几月几虽然是落叶花叶的岁岁不能了心肠停了是什么我都他不天下道问他他愿不他愿万顷地的去乡村，年少子老短，荒废用茶多书卷，是谁家不听娘教训，一两酒醉求冤，为吾不知家中事，要过几年娘去过。听，不爱我啊，不会听对了。姑娘不知倒霉。母亲，你去乡村，娘子一定会听你的话的。我不知
你倒霉呀！我不急，别急，人你不去啊？这什么就这么急啊？好，你母亲的冤屈相传，无中长远也忘传。哎呀，这个一声空家产，为什么要心软？哎呀，那我要做啥去了？我要做武道去，我要这个，我要去武道做我这个，我要做我这个，武道做我这个。人家不知道找妹子啊，别开。回到东，家苦的回来是红啊呼，媳妇弄300里，你是状元，白主要进武装子，白中去叫银子包啊，一两酒的好。高明夫人与农夫，为定也难老婆啊婆，何必苦苦来相劝啊我？夫妻不是监狱，你我是多明不把谁在啊梦？人儿苍天上也尽快的婆婆爱父啊我，婆婆啊，我今生不能他夫妻哦，只好不为老婆婆啊，媳妇侬是一两方真的主，我也都来2年度，进出万就是205处，我婆婆的弄总白处，媳妇今朝夫妻屋，我一家人原是老虎虎，媳妇弄啥非跟夫妻户啊，我个人应该要结束，竹林雨水要担累，在我婆婆要人难做，204情事所谓要经年路，王家后的要断相顾，岂不是要一场我
问兮一场空，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苦？欺负完我马个神经欺负不？许下梦关状元归地，几人领呀，恩辛苦状元天子名声呀，怎么会下跪呀？啥个辛苦状元天子名声？老夫